旧的新化果菜市场伫咧迁徙以后，到底原址是要如何使用？因为民政局加入活动中心的设计，和当地议员余主清认为市府互相作业，伫咧无甲地方沟通、征询意见，就来做决定。因此，为了活动中心，嘛坐间伫咧议会来质询。上午甚至甲市长伫咧自由发言质询时，双方的口气拢相当的愤怒，甚至来拍刀啊！好不容易有的新化的一个重大建设，我的结论已经跟你讲说，你不要活动中心，那就不要活动中心嘛。我也没有坚持要活动中心啊。我不是说活动中心不好，已经有一个活动中心不好啊。活动中心，我哪里说的不好？你要不要追溯我的咨询？你讲说一里不要活动两个活动中心，我们并没有一里两个活动中心啊。你的使用率不高啊。有啦，议员，我们并没有一里两个活动中心啊。没有啊，同在一里、太平里。但是这联合活动中心啊。使用率高吗？使用率高吗？你要让我被开你的旗。既然你不要，我们就不要啊。好啊，市长你说不要，你说不要啊？市长你说的。你说的，市长你说的，是你说的啦。市长你罔顾民意，是你说不要活动中心的，就是在建立欺骗上面。双方一句来一句去，议员认为工程的延误是因为规划活动中心，不过市府认为，佫是因为有人反对才会来延误。对此，议员余主清中昼嘛特别召开记者会，伊表示对头到尾并无反对建设，只是希望市府会用个朝向多功能的目标来使用。在去年6月份，你们公务局就已经决标了。那后来是因为你们强行插入这个活动中心，才导致整个工期去做延宕，而不是说因为我今天在议会讲的，市长回答我说，就是因为我不盖。其实，在地方上都已经去做一个发酵了。我觉得这样子，我应该必须对我自己做一个澄清啦。那也请民政局这边，你们名称这个部分，我在预算的时候我也会提出来。那请你们也要做一个修正。我为的就是大家能够使用到一个公共多元化的共享空间。对此，民政局长回应，当初活动中心的规划是经过区公所的调查甲提报，但如果无甲议员沟通，伊嘛承认有疏忽。区公所的建议的部分，我们都予以尊重嘛。那这个部分他没有充分跟那个当地的议员来说明的部分，来沟通的部分，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也跟那个区公所那个区长也谈过这件事情。那以后就是有一个共同议题的部分，能让说当选区的议员大家都能了解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总是花政府的钱，然后一个好的政策，让市民朋友能共同享用，而且让市民朋友晓得说市政府有这个的好意，不要说一个好意变成后来被误会之后变成一个不好的，伊都无采开迄钱啊。经过上午的言语冲突，中昼记者会包括议长曲丽丽、副议长林志典以及座位的民进党籍的议员，嘛拢站出来小听议员余主清。议长认为，过去的一里一活动中心，因为市区的使用率并不是真好。议长甲民进党团的议员拢认为，应该爱朝向多功能的目标来使用。至于有剩的部分，议长嘛建议，看是要用刊物或者是提案变更使用的目的，才来化解议员甲民政局的纷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